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啊，有百年厝，无百年主。这个意思是讲哦，一间厝吼会当100年拢未倒，但是一个人一世人的时间是真有限的。咱面对着世事无常啊，咱就应该爱把握当下现在。这句话吼，对于东北角某澳渔村的居民来讲吼，是特别的美妙。因为这个传来的石头厝，唔那是早期住民咧居住的所在，更是见证了某澳历史的100年建筑物。所以啊，咱即马就先来看一段历史啊。伫某澳渔村，大部分的石头厝年纪都已经超过100岁啊。有的阁有大人，有的是已经破败，等待整理。这是我囡仔大汉所在，阮家吼250年的石头厝。这大门入啊，这个所在有一个拜石吼，这是拜天公的，唔是拜祖先的。啊，这个所在叫做巷路。较早囡仔咧讲叫做巷路，行去灶骹的所在。石头厝的涂骹拢全是土，啊，拢行久拢变乌色的。囡仔拢在遮拿，在遮叠金厝啊。这就是较早有一间房间，这我出世的所在。曾经繁华的渔村，伫咧产业转变了后，渐渐没落。林显昌一口罩，嘛是伫迄个时阵搬去台北讨生活。虽然我第一只住到11、2岁，我才出去台北，但是这间厝，我的意义，我童年第一只，虽然讲真惨，但是过得真快乐，无忧无愁。林显昌即摆已经做阿公啊，但是伫这间石头厝内面，伊嘛真经是伊阿公上疼痛的孙啊。印象我上深就是，逐摆伊若足烧我啦，因为我大孙啦，伊若要出门，我拢会甲对啊。伫退休了后，林显昌返来故乡，修整家己的祖厝，就是为着要将石头厝的记忆传承落去。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甲我这间厝有真深的感情，所以我要甲一直要甲保存落去，就是讲要互下代大家拢看会到。某澳渔村的这个石头厝哦，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啊。以早呢，因为这个交通哦，唔是讲真方便，而且物资嘛真有限，所以祖先啊真巧哦，用手头边会当去推着的这个材料来起厝。啊，毋过吼，到了今嘛吼，其实这款做法哦，会当算讲是看书办书的做法，颠倒吼变作是咱今嘛真珍贵的文化特色。所以咱今仔日呢，都来欢迎到咱的来宾，有某澳渔村的这个老先角吼，咱的潘王川老师。嗨，大家好，我是潘王川。啊，有吼来到咱讲聊吼，绝对不管是大细项小代志吼，一定来去问伊的，绝对无唔对的。这位讲聊的文史工作者吴三英老师。大家好，我是吴三明。哦，咱台湾哦海岸线这么啊长吼，啊四界拢有这个渔村吼，啊不过吼，恁这个东北角吼，台湾东北角的这个渔村吼，甲其他所在的渔村的迄个面貌啦吼，啊个有啥物特色啊？有啥物款的较无共款的所在？东北角的这个渔村吼，就是这个石头厝真济。是。啊，石头厝真济，足济是啥呾？阮海边有啥物石头，山顶有啥物石头，溪仔底有啥物石头，阮就大家贴起来。是。当然，阮这个平埔的在地吼，这个嘛是阮祖先级这个平埔啊，因为一寡掠鱼的方法，起石头的方法，我嘛来参考。所以，阮这个石头厝等于是讲，咱有汉人、河洛人的这个手艺，啊嘛有这个平埔啊的这个传统的方式来结合的。啊，咱起出来石头厝，所以甲外口有较无共。过来就是咱东北角的这个，因为吼季风的关系，东尾天拢足冷的。比任何台湾一个所在天气拢搁较歹，所以阮这个石头厝，啊，个风台嘛，有当才拄阮遮来，所以阮的石头厝爱起了才啦，毋是会使大尔，爱搁用，爱搁栽。其实会当扣嘛有真侪啥物漂流过来，即个茶帮啦、吼茶头啦，啊是安怎就一定要石头。其实阮遐不止石头厝，内底价经嘛有迄种的啥啦，土角厝。土角厝。嘿，啊，咱土角厝有一个标准。敢若咱即卖砖啊共款吼，啊其实英国是用土角，所以有一寡土角厝内底价经，就是用即个土角啊。是。啊，石头我拄好大概有讲过，最主要就是啥？阮遮风台
啊，啊，过来东北季风头，啊，所以这个石头就大起来，其实用的，是其实用的哦，毋过用猛用吼，阮有当时啊风台一直来，阮嘛是要用锁啊甲撩起来，是啊，惊伊讲厝尾顶啦，啥物物件叫倒去，过来就是阮台北港吼，这个土质吼，本身伊较无较肥，哦啊，石头则济。是吼，比如讲基隆一个所在叫做八斗啊，伊就是一分地甲种八斗尔，所以伊才叫做八斗啊。甲台北这个所在，一分地会使种3担4担是足无共的。阮的土地足歹，因为土地歹种做歹，所以阮在地人来遮先民，阮祖先啊来遮开垦了后啦，掠鱼啊较好。人讲即个海底银票也过山顶的旱钱，是就是即个原因。过来阮海边啊，阮海边啊即个石坪吼，伊即个沉积岩吼，其实伊嘛在用的。所以有人较简单，就是溪仔底嘛捡石头，山顶摸石头，啊，过来咧海边啊上近咧，酷酷的嘛来用。是所以阮遮石头为启发为就是这几种的，这叫做人字器，敢若一个人共款吼。人形的按这平吼，两种讲法，一种叫做平行器，一种叫做一致器。是，啊，你也无照这两种方法，叫做乱石器。好好，我别来。对，啊，你也讲要一致器，每一粒石头，因为它爱啥你知道？伊一大三小，一大四小，或是一大两小，然后你规格吼，爱去刻甲差不多，所以时间爱较久，所以一间厝起起来，可能1年、2年，甚至3年。是，吼，啊，你也讲人质器，伊较永在，是，啊，毋过伊石头较细粒，我人爱捡这一细粒石头，差不多，啊，这嘛贴起来，吼，啊，虽然无一致器的讲安尼哦。地基安尼足在，毋过本身伊的基础嘛袂歹。是，啊，过来就是讲，因为我要掠鱼，啊，我无时间啊，啊，毋过我要去住石头厝，是，阮遐无棚仔厝啦，无草厝，草厝风吹倒啊。是，就啥啦，凊彩乱石器，哦，遮嘛贴，啊，所以嘛直咧嘛环，外国饲带，啊，可能就是半年。阮兜的旧厝嘛是搁石头厝，啊，即摆嘛是搁有人住，啊，阮就乱石器的，毋过阮咧乱石器嘛大粒。啊，中细芳啊，就钱一寡细粒的，是，吼，因为时间赶的问题。啊，阮的石头厝为什么咧赶？因为进前去撞到海菜，你清朝即个嘉靖的时阵去撞到海菜，把弄倒去，啊，阮赶紧要搁大，啊，所以用乱石器给起起来。以前咱马澳吼较好趁食，是，所以拢有人住。啊，因为迄个近海迄个海资源吼，是，已经无较少掠鱼啊，也无啥掠有啥物鱼啊，所以少年人都拢出去外口趁食。是，啊，以早好趁食，都是因为掠鱼，迄个。是，因为阮遐以前拢用三板船啊去掠鱼吼，三板船啊就即款叫做三板。这做做三板。叫做三板船。啊，内底我刚刚看到讲，这有真侪其他的物件。啊，老师，这是你家己做的模型吼？对，这是模型，我用的。无啊，就是一个模型啊。啊，这敢若进入这茶几，这是在创什么？这是伊船啊吼，靠港的时。啊，要出去吼，因为你用桨啊，无法度施展嘛。啊，我知，所以甲吐者迄阵的。吐好，去较迄个港中的时，啊，才用桨啊过出去啊。这是要出去的是用的。是。吼，啊，这桨啊，咱讲桨嘛，阮台湾叫做桨啊。桨，吼。啊，过来这就是鼎。是鼎。咱讲迄船啊锚有没有？国语讲做锚啦。啊，咱台湾叫做鼎，嘿，啊，这哦叫做下浪，我讲是伊头啊，唔是，这叫做下浪吼，这物件是缀一寡船员吼，因暗时啊架的这个被单啦，哦，还是讲这个雨衫，算讲是一个迄个，等于衣物，柜啊啦，柜啊，等于放衣物用的。啊，这个呢，这是啥呢？这哦这放便当盒的。唔是，这是吼，船仔底若有水的时候，好水。哦。把船仔底的水好出来外口用。是。一般传统的三板船啊吼，是3只一组。啊，这3只船啊拢有伊的功能啦。是。嘿。阮叫做鼓啊。鼓母。甲飞船啊。是。吼。火船啊，就是在迄个蓄电池吼，咱那电池啊，吼啊用这个落水灯，这个吼，咱国语吼用这个鲫鱼灯吼，可能较容易了解啦。啊，因为落水灯就是讲这个物件啊，放在水底，
是哦，嘿，啊，放喺海底，放喺海底差不多离海面差不多1公尺外呢吼。甲点落度，鱼仔度，咱鱼仔有趋光性吼，鱼仔度你咧顶这边啊绕圈子，是，这个有一个火场吼，这船啊就是火船啊有一只鱼啊吼，火场坐，他就看到迄海底有鱼仔来，就开始浮。唔是河，佫放网啊落去吼。是。三只船啊有三个名吼，鼓啊鼓母甲火船啊。无共款的功能。嘿对，这是那个落水顶的一台。是。另外一台鼓母就是载网啊。是。佫一台鼓啊，就是若钓鱼的时，迄鱼啊就是载鼓啊顶头。哦。这三只船啊一组，为什么要三只呢？因为放网的关系。是。哦。迄个网啊放落去吼，簪啊啦，阮叫做簪啊，簪啊就是网啊，放落去的是爱两只鼓啊，佮鼓母，甲即个船吼，迄个网啊吼，甲围起来，放互开。哦。等于讲一个范围，蹦机安尼，放互开。但是这放的时吼，爱有一个经验，就是要看水流水，是向倒一边流。哦。嘿，可比讲水若向这边流，你网啊爱放安尼。是。安尼网啊才放会开，才会鱼啊才有法度入来。是。你若放唔到平吼，网啊倒塌。连倒鱼拢走了了。都无法度啊！嘿，这放好以后吼，这只船啊才慢慢啊过吼，用过的，把这个鱼啊吼带入去网啊内底。是。差不多一个适当的迄个距离的时候，迄两只船啊，迄个网啊就起起来。哦，是安尼。鱼啊就伫内底啊。哦，所以讲这个讨海吼嘛是学问的，迄有真侪其实头啊拢唔知影讲这是创啥，像讲这啊，我看起来是一个敢若鱼的形吼，这敢若像我讲是讲是茶鱼安尼，会当烤会当做茶鱼糊，迄敢是安尼？这唔是吧？这细尾，老师话这是啥物？虾啊，虾啊，鸡虾啊，鸡虾啊，嘛人讲茶虾啊，就茶鱼嘛。无啦，这是你钓飞机冷时啊用的啦。是哦，因为飞机冷时啊，从爱食啥？从爱食虾啊。伊捡这片去。对，这鸡啊。伊毋是片味的，伊是看形的吗？对，看形的。我了解，所以讲伊这有淡薄高啊。这吼，即马拢无法做的。这只阮也白刻的，这手工的哦。哎呦，有历史的。这只超过50年啊。这文物，哎呀，好个甲保存起来。这这伊个手工啊，真麻烦啦，爱有这个平衡感哦。你水底吼，咱这边啊，甲揪一下，伊虾啊就扑一跳一个。迄吼飞机唔知你睇下壳夹就叫搞掉。有影吼，有影是用片的哦。这支嘛真好听哦，这支哦，这有做卖去救别人，这有做白酱的，这来，但是这梗的，这铁的，那白就在流血流丁的，会流插滴，这是那种啥？一定是这讨海里用的吼。这吼唔是讨海啦，这是海泥吼。阮遐吼早期吼，像阮阿嬷迄个阶段。有一帮海泥足厉害，专门伫海岸讨食的。是。伊会派一个卡吼，卡就是用迄个竹仔做的吼，一个卡。这吼就插喺卡边啊。这支叫做什么呢？什么？这叫做泥胶。泥胶。嘿，叫做泥胶吼。这泥胶的作用呢，你看两边无共款嘛吼。这边是胶的，这边胶的就是用胶的嘛吼。好比讲。海岸有海胆啦，也有较深的物件摕袂到啦，咱手无够长啦，就用安尼，用钩钩过来，钩起来，吼，这边边呢，有真侪海米啊，吼，伊是我知，我用是用土的，对，有海米啊，吼，伊会搭伫脚边，是，吼，在你岩石顶头，是，你若手摕袂起来，你就用这棍仔甲摕，吐一下，吼，你若吐伤大啦，这海米啊歹去吼。就卖无钱啊！有影。尤其是高亢吼，咱以前掠这个野生的高亢吼，你若一个甲摕起来，就足简单。是。你一个摕无起来时吼，伊就愈大愈硬。吼，用这小个拗一下。朋友啊，乡亲啊，你若想要知影讲以前好野人的这个某鹅港吼，以前有偌好野你也知影讲这个百年的渔船吼，这个某鹅的人啊，这个掠鱼的技术吼，究竟吼是甲什么人学的？学甲遮尔高吼，咱连伊吼先休一下喘，啉一喙茶，咱连伊再来甲潘老师来继续来请教。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
啊，咱拄则吼讲到即个石头仔厝啦吼，啊讲到讲你以早咱总是算讲是某学即个所在在地吼土生土长的囡仔大汉到大啦吼，啊石头仔厝吼已经算讲是当有会当个大人吗？有两种，迄个石头厝啦吼，一种就是讲迄个园仔的石头厝，园仔就是茅草啦吼，顶头看园仔，啊另外一种较有钱的人吼。伊就是红遐的，啊，搁有抹用火抹起来迄款。是。啊，石壁是拢石头，无毋对。啊，这两种就是讲经济较好，甲经济较歹。是。啊，你有感觉讲，以早恁细汉的时阵吼，到大汉啊，啊，这个变化吼，你有啥物款的、啥物感受啊呢？你那时代，我感觉第一个吼，阮遐海岸比较较水。是。因为吼，即摆拢做迄个消波块起来吼，啊，整个的海岸拢破坏掉。嘿，啊，阮囡仔的时吼，凊彩就打落就海水啊。是。即摆无法度呢。即摆迄小波块起来吼，根本囡仔无法度落去。等于讲住海边吼，煞无法度亲海呀。是。啊，阮囡仔的时是一工甲毋拢伫海边仔伫耍啦。是。嘿啊。阮遐囡仔8岁吼，阮遐阵8岁就晓趁钱啊。是。是安怎呢？因为海边啊，就当挽石花啊，是吼，系啊，所以讲你啊下课以后，你就去车着就会当挽会着啊，唔免咱呛水哦。哦，嘿，啊，阮遐囡仔就是大家拢会晓抽水，是，啊，唔免甲老师学，拢自学啦，家己学的啦。我拄仔讲这上班族仔内底有船帮吼，啊，若下课啊是讲假日吼，就举一地啊，啊甲。等咧海底落去吼，啊趴喺顶楼就游啊，有影吼，嘿，啊就趴喺游，骹游的吼。我讲3步骤啦吼，第一个就是你趴喺顶楼游嘛吼，啊游完了以后吼，你感觉可以的时候吼，你就跳落水底，是，跳落水底创啥咧？你这个下巴吼，下到这个吼，靠的房啊，啊就游啊，是，嘿，啊游的你感觉会使的时吼。你就甲房啊摊互开，吼，啊收看会使无？袂使房啊跟那个扭来，吼，等于一个浮球共款。南部迄海游、迄海流吼，从迄房啊个。无啦，阮遐无遐尼大海流，因为迄是伫湾内底吼，无啥物海流，河内底无啥物海流，吼。啊，你若一届、2届、3届以后，就毋免房啊呢，伊就狗爬式的就出来啊啦。解说一下，为什么猫是土啊？就是这主跳阴毛嘛，所以讲这10日生锈来到遮的时就是咱即摆用手来写这个猫共款，其实就一只兔啊，敢若拍喺遐。这个猫吼，敢若一只兔啊。哦。啊，咱即摆你外口是看，伊就是倒手边一个小山脉。是。啊，咱正手边嘛一个山势，这两边的山势看起来敢若一只猫。海，阮迄个猫湾吼，应该会当讲是东北角吼。上水的一个海湾，嘿，啊，所以有山有水有海，啊，以前足繁荣的所在，即摆煞变足稀微。所以咱即摆欠人。所以我即摆就是欠，嘿，就是讲看有法度，搁甲即个繁荣的即个迄个状况吼，好慢慢啊看会当大起来袂安尼。是。北部的历史啊，拄包开始讲啦，因为西班牙拄打定律，大家拢认为讲伊就是拄家人。定律唔对，伊是拄把握定律的。有影，这重要。会对，伊5月初9时，那咱这个迄天的进程，咱台湾的北部是无历史的，是无记在这个史册内底。对迄天开始，咱台湾规个北部甲写入去，所以迄天1626年5月初9，迄天就是咱北台湾、北台湾这个历史甲史前的分界点。啊，这天拄把握。伊这个5月初9，迄当阵西班牙总共12只船啊，200几个人，有3年的兵呢，对这个咱猫有定律哦。是。啊，伊的文献记个记载，西班牙文献记载内底讲，猫有大人，毋过当然是咱这个北部的凯达格兰族。是。伊这个所在就甲带来2天，伊佫派这个小只船啊，到上北来看，尾啊过这个片头角，来到这个即卖的和平岛。即卖和平岛因为叫做家人岛，加号做家人岛。是。吼，啊，即摆家人树因为叫做鸡心，啊，一直看起来鸡心咧，吼，啊，这个岛啊大来去，啊，尾啊，这个名叫做啥？下窑岛。这个认为讲，这个所在较好，地理较好，伊这个啥？军事
军事讲这个所在吼，一粒倒通出来，嘛去互袂互这个病毒来攻击。是。啊，我对大海嘛较方便，所以伊甲无带这个保护做基地，无本来是要用这个保护做基地，所以这个保护甲咱台湾北部历史是息息相关的。是。因为200几年前呢，咱这个先人呢，对咱东北角，对咱这个澳地开始，甲咱这个保护，其实保护甲澳地这两个所在，是规个东北角。经过，咱这东北角一般咧讲就是对家人甲头城，是，吼，这差不多100公里的这个时间，冲流咧一个两个渔港，这两个渔港呢，小保护还有迄个小家人支撑，吼，那表示讲伊经过遮闹热咧啊，是。啊，这澳底港就是因为伊嘛是天然的渔港，伊是天然渔港，保护是天然的海湾，这两个所在，像英国人无技术好，这天然的就是上好。我咧天然的海湾是上重要，所以地理好，我这个掠鱼也好，所以人就来啊。啊，保护个溪啊，啊，咱澳底这所在共款意思，嘛一条溪啊，吼，有这个天然的海湾会使起厝，啊，有这个海湾上重要一点，迄个海洋内底，海内底足侪丰富，这个资源丰富，资源丰富，所以咱即马虽然即马因为掠鱼的技术进步，啊，因为咱对这个海洋吼，咱较唔捌，所以无这个。一寡种的制度来限制，是，所以即卖来海洋资源呢有较少。其实保护湾是台湾头一个这个渔业署海洋保护区。是。或者海洋保护区哦，为什么会上重这？是。因为内底海洋资源丰富，阮有天然的高港石花，吼，啊，咱阁有这个叶光菜啊，吼，有迄种的海苔啊，是，有紫菜啊，这物件你要甲保护起来。为着要做这个保护这海岸原貌、原始原貌吼，阮即摆最近吼积极地成立一个新北市吼三条角文化发展协会，是，就是要来做这个代志。哦，吼啊，因为民间的重视吼，希望讲吼，咱政府吼共款同齐来重视这个东北角吼唯一的。渔村吼，是处女地啦，是，所以讲吼，大家管是台湾每一个所在的风景啊，拢是真有历史嘛，真有咱台湾人的这个精神甲文化伫其中啦吼。所以有闲的时阵吼，咱就爱四界来去扫扫的、行行的哦，真侪所在呢，尤其是咱的海岸线吼，一直踏伫咱这个海洋文化中间是真重要的一个部分，一定要去家己了解、家己熟悉。啊嘛，真感谢着两位来宾今日来到咱的节目中间来甲咱分享，希望咱后一遍搁再见面是伫保护。好，咱来去同齐来去保护看这个石头树，感谢大家。谢谢。